本港樓價高企，政府近年再三出招，急動一二手市場成交，令到發展商叫苦。長實主席李嘉誠被問到對樓市睇法，李嘉誠話：樓價太高唔健康，政府出招平穩樓市係好事。建築費就一路上，因為材料啊咩都起咗價。咁呢，特區政府亦都話佢哋希望平穩。如果喺呢個平穩嘅情形下呢，就應該係啱嘅。呢個政策能夠平穩嗰個地價樓價係平穩係幾好嘅。即係唔係話一路日日上，亦都好多人買唔起樓，亦都唔健康嘅。所以呢，我自己嘅睇法，而依家呢，所有建築所有地產公司，幾乎99%都係財政健全嘅。所以呢，除非有咩特別意外，唔係呢，應該平穩。樓價太高，唔少年輕人擔心好難上車。李嘉誠有咁嘅回應：呢個梗係全個世界都冇乜止一個譬如一個大學都未畢業，佢係想買樓買唔到就 complain， 呢啲係唔係咁應該全個世界都冇咁容易嘅。你回頭呢，去睇幾廿年前有啲好靚嘅地區，賣樓唔夠300蚊一尺，今日你300蚊啊，做地基都唔夠，絕對唔夠嘅，唔好講地。所以呢，你自己呢個財政可以afford得到，你呢買俾屋企人啊，或者自己住就絕對冇問題啦。如果你用錢都好緊、好猛、好緊，你去炒樓就唔應該。記者會上另一個焦點係長實拆售旗下酒店雍澄軒風波。早前有報道指，長實預留部分單位俾員工內部認購，有托市之嫌。李嘉誠話自己憑良心做事。我哋不嬲做嘢呢，總之大公無私，守法。呢個係我咁自己公司起嘅樓，同事都唔可以買咩？梗係可以。佢買佢亦都冇買 discount。李嘉誠又話關愛基金係一件好事，但係參加唔夠普遍。我知道。目的係希望即係商家大家一齊嚟到，同埋政府一齊，件事係好嘅。但係呢，就個人呢捐嘅人，我已經政府嘅人，我同佢講得清楚，你最緊要唔好淨係揾地產商嚟捐錢，你一定要各行各業啊，咁先係成功。咁對於有地產商計劃捐地，李嘉誠話其他人咁樣做，佢唔需要咁樣做，各人有唔同，佢係做實事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麗儀報道。